国军个人的装备的介绍是去互立委质疑讲伤过贵，而且有的物件煞是出现同一个物件无同款的介绍，甚至有一寡重要用品，亲像是野战的遐讲，煞是不时咧欠货。国防部长顾立雄就答应讲是会检讨。不过，毛退役的军官是建议国防部爱尽量统一介绍，而且嘛爱随时通知这厂商有啥物物件咧要无啊，莫一直出现这款欠货情形。 官兵操作105榴炮准备迎战，面对中国威胁，国军这几年强化实战演练，相关的用品消耗嘛变较紧。为了改善国军个人的装备，国防部为2001年开始改外包经营。国军一个人一年有9860块，会当买军用品的点数。不过，立委质疑讲，将收站部分的品项介绍伤贵，同一个商品无共军种介绍煞无共款，有的甚至称在欠货。 陆海空三军对同一个商品卖的是不同的价格，那个部长您觉得合理吗？各个通用的这个部分的话，好看下一张。我告诉他，你一位批评讲，亲像面巾的介绍都比市面上较贵，而且一条面巾空军卖90块，海军100块，陆军就要110块。另外，亲像军衫、野战遐讲等等重要的品项，称在咧欠货。 退役的军官周武平认为讲，无共军种爱染无共色水，厂商考虑成本，才会地书介绍有争差。不过建议国防部都要介入协调，甲介绍定好好势，莫互官兵感觉无公平。 毛巾的品质来讲都还算不错，但是因为不同军种可能有颜色的区分，那以陆军来讲，它是可能绿色的毛巾，燃料的部分会提高它的这个售价。国防部是不是能够适时的去做介入？可能三军的定价尽量维持在同一个水准。就有兵嘛讲，亲像野战遐讲，伫第一线作战的部队，可能会因为演训的频率，一双鞋啊几啊个月就爱换，不过来去呢，可能一双会当穿几啊年。 呼吁国防部协助统计各品项消磨的程度，互厂商参考，互有需要的国军会当随买到。厂商嘛袂因为成本或者是吨货考虑，地处欠货情形一再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